苏女行差，误入异地，为救其于水火，众神协力，大开虫洞。吾与小天遂入之，然其内暗流涌动，小天亦行踪不明。吾于洞中寻觅，却遇成年恶龙，惊觉此处竟为千年之后。为寻来时归路，无些恶龙徘徊于此。本想如今仍战事不断，不料踏遍世间，入眼皆为一片祥和。此处人神妖互助互利，少有所养，老有所依，人们平心而坐，随心而息。不过千年，却已海晏河清，吾深为感慨。后随异界苏女前往既定之地，与小天一同迎回苏女。抬眸之际，又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映入眼帘。相同，亦不相同。既已归来，前尘种种皆为过往，日后之事如何发展，吾颇为期待。总之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足矣。好多包裹，拿得我手酸；好多灰尘，扫得我腿软；好多副本，打得我心烦。玩游戏你还嫌烦？烦你来帮我打扫卫生啊！他不也没帮你打扫卫生吗？你不也没帮我拿快递吗？我不也没帮他刷副本吗？我这个副本是你这个水平能刷的吗？那我这个水平，他那个能力也刷不了。哼，我这个能力能上的班，你们也……你喊什么呀？段位都要被你吓掉了。秦哥，你怎么了？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去上班了。啊？我们去婷姐的世界有这么久吗？明天星期一，今天星期天，咱们过去的时候是上个星期天。哇，真的过去1周了。是啊，过去1周了，1周，这意味着我无故旷工整整1周啊！我要找什么理由补假呀？补假？那是什么呀？你在人界混这么久，补假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这不怪他，怪我。我很少请假，他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全勤奖都是手到擒来。但是现在旷工1周，不仅全勤奖没了，如果想不出个合理的理由把假给补上，可能连饭碗都保不住了呀！嗨，饭碗而已，咱们家多的是。饭碗都是空的，都有什么用啊？反正你那么喜欢待在家里，被开除了不也挺好？也对，我待在家里，你们出去赚钱养家吧。不能让那个女人被公司开除，一定要把婷哥的饭碗找回来。我谢谢你们哦。李修，哦，你直接告诉老板，我们去了别的平行宇宙不就行了？看他能把你怎么样。也对哦，残血的时候莽一波，说不定就通关了。说，你这一周都干嘛去了？我误入了别的平行宇宙，遭到神妖2界的追杀，我目睹了村庄被毁灭，恶龙和巨龟的大战，历经了重重磨难，昨日才返回家中。我真的不是故意旷工的。一派胡言！你在这给我写剧本啊？拖出去砍啊！不行，
不能说实话。我听闻人界有一种假叫病假，我们不妨试试。病假的话是需要医生出示证明的，可我没有哪里不舒服。让你不舒服还不简单吗？丁哥，只能让你委屈一下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心，我力道控制很稳的，只会让你手部耻骨远端骨折。这种伤看似严重，但是却不怎么影响日常活动，打好固定恢复起来也比较快。让医生出具证明，绰绰有余。骨折！别给我住手啊！全雷达是全雷达。病假不行，那什么假可以啊？产假？产假？这是甄阿姨，这是陶阿姨，这是燕阿姨。甄阿姨好，陶阿姨好，燕阿姨好。哎呀，婷婷啊，怎么还不找男朋友啊？急什么急啊？哎呦，不早点结婚呀！急什么急啊？等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就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！什么事来不及了？福德大人。以我的经验，你在进度条走到这儿的时候出现，一定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吧，土地公公？不是土地公公，是福德正神。你房租都没交，还想让我帮你解决问题？想得美！你们既然回来了，为什么没来跟我报道？我们不是故意的，这不是急着想办法解决他补假的问题吗？哦，那解决了吗？还没呢，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的编理由呢。编？我记下了。看来你们以后提交的报告，我得仔细审查。福德大人，报告的是我们没有编啊。我们说的是帮婷哥编请假的理由啊。够了，毁灭吧。让我原地去世吧。对呀，还有丧假呀。婷哥，我来帮你。今生今世，天机再也不能伺候婷哥了。田吉星，怎么就火化了？怎么还升级了呀？你们看，要请丧假，还得是直系亲属去世才行。只弄男的，不弄女的。选哪个？请个假而已，不要闹出人命啊！想要得到什么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这代价也太大了吧！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，神仙莫怪，神仙莫怪。你拜我干嘛呀？给我站稳了！你好歹是个神仙，拜拜怎么了？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算了，我想清楚了，做错了就要认，挨打了就忏悔。大不了多扣我几个月工资，能保住饭碗就行了。那补假的理由还编吗？不编了，实话实说，这道山前面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公司团建14日至23日，公司全员到泰国带薪休假，期间暂不营业，有事请拨打136。他们出去玩都不通知我一声的吗？至少给我发个消息。好像之前有一条公司的未读短信，哎，在哪儿？大惊喜！
公司14日至23日到泰国带薪休假，报名时间截止至13日，没有报名的默认放弃，在家带薪休假哦，请小伙伴们抓紧时间。这么赶的吗？真是好大的惊喜呀！太好了，霆哥，我们不用补假了，公司放假了呀！果然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！这回亏大了，但你的饭碗总归是保住了呀！我还没看过海呢。我在哪里？今天又是星期几？不要放弃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躺了下去，闭上了我的眼睛，脑海里上映我是多么无敌。平凡日子一如既往在继续，突然掉入来自命运的陷阱，开始相信，好像觉醒了超能力，但没有任何意义。一点都没攀上影城啊！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意识到我有多重要。哎，是同僚，这种时候还是地魁靠得住。吃我一剑，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。魔法攻击！